啲人話我係有證悟嘅人，菩提當在修持中求，靠嗰啲外相係唔能夠成佛嘅。呢個表明佢哋對佛法嘅理解極為貧乏。登地菩薩尚需化身百千萬、以百臂、千臂等，歷經多劫供養諸佛，何況係你我之輩呢？認真諗一諗呢個道理之後，應該而家僅有嘅呢個身體，盡自己最大嘅努力嚟做供養。關於獻供嘅具體方法，呢度以供水為例，稍作表述。必須先將供杯細心拭擦乾淨，然後一字排開放喺供桌上，避免杯同杯之間嘅間距過遠，否則會同上師分離；避免兩杯相觸，否則會成為鈍根。供獻嘅時候，如果發出響聲，亦都會導致心神狂亂等等。空嘅器皿放置喺供桌上邊會減少福德，所以排列之前應該先將供杯搭成一搭，往最上邊嘅供杯入邊注入少量嘅水，用3種字加持，隨後倒少少水到下一個杯入邊，再放到供桌上，依次重複進行整個過程，直至所有嘅杯子都排列喺供桌上邊為止。咁樣做就冇一個杯係空嘅。喺獻供注水嘅時候，如果單用一隻手係唔恭敬㗎，應該好似國王敬茶咁。注水嘅時候，水流嘅變化應該如麥粒一樣，兩端細，中間粗。注水太多，溢出杯外，將會導致破戒；反之，注水太少，又會將使受用減少。所以水線應該低於杯口約1粒麥子嘅距離。至於酥油燈，應該十分明亮先至係，因為呢個係一種光明嘅供養。帕賓卡大師又指出，作為長壽嘅緣起，供燈嘅燃燒應該盡可能咁樣持久。鮮花等其他供品嘅供法均照此類推。經中提到，每一種供品都有10種功德。第三加行，身具8法或隨宜威儀坐安樂座，從殊勝善心中修皈依發心。修法用嘅坐墊應該後高前低，呢個入邊有密法嘅殊勝甚深關要，亦都可以預防因久坐而導致臂部疼痛等問題。喺座位嘅下方，當以白粉畫一右旋萬字。呢個萬字表羯磨金剛，目的係喺度提醒你大師佛陀喺金剛座成佛嘅嗰段歷史。此外，亦都有令自己修持堅固嘅意思。真正嘅羯磨金剛係本尊嘅標誌，唔可以僭越，故以萬字代替。跟住再鋪設百節草同埋吉祥草，草同草唔可以纏亂。草尖指向前方，呢個亦都係為咗憶念大師佛陀喺呢種草墊上邊成佛嘅行轉。另外，經典中話百節之草能增壽，所以用百節草作坐墊有增長壽命嘅效用。吉祥靜且善，吉祥草為能除障穢之物。印度嘅阿闍黎受穢氣侵染時候，通常會以1日嘅時間躺臥喺吉祥草院入邊，因此鋪設吉祥草有淨除障穢嘅功能。身具8法中嘅8法，係喺毗盧七法之上添加數息觀，如加雅溫薩巴所講：足手腰為3，唇齒舌合4。頭眼肩息4，即毗盧8法。雙足應結金剛跏趺，但尚未收集密法圓滿次第嘅階段，作菩薩跏趺或者半跏趺亦都可以。兩手結定印，右手喺上邊，左手喺下邊，大拇指相抵置於臍間，腰應該挺直，各脊椎骨應該當如銅錢上下重疊般保持垂直。大師又進一步解釋話：身直脈又直，脈內運行嘅風亦都直，
咁樣一嚟就會提高心嘅堪冷性。牙齒同埋嘴唇唔好故意閉上或者係張開，應該保持自然。舌尖抵住上顎，有不致口乾同埋防止入定嘅時候滴流口水嘅關要。頭應該前傾，下巴就內收，略抵喉結。眼視鼻端一語，實際上係指能見鼻嘅兩側，亦都可以。呢個有二段沉沒同埋調舉嘅關要。有人修定嘅時候閉目而住，咁樣做呢係唔啱嘅。其他宗派人講，上根者呢應眼觀虛空作法身觀等，但喺本派中呢，就唔可以咁樣做喎。兩肩應該保持水平，唔可以一高一低。呢個呢就係毗盧七法。咁樣有極為重要嘅圓滿次第甚深關要，而家唔講明啦。呢啲新關要嘅重要性呢，如洛澤馬爾巴所話，僅到馬爾巴譯師之助法，總集藏地一切修法亦都難以匹敵。毗盧係指毗盧遮羅佛。該佛係清淨色蘊嘅淨分所顯現嘅本尊，稱此七法為毗盧七法，即係就此層面而言。第八種法係數息觀。如果心王同唔善心所相應，好難生起殊勝嘅善心。例如極端憤怒嘅時候，想簡單咁樣憑藉念誦為利一切母親有情等文生起菩提心，係一啲都辦唔到嘅。因此喺心王同埋唔善心所相應嘅時候，暫時先不忙於生起善心，應該先將心呢轉為無記嘅狀態，之後呢再轉為善心就容易得多啦。譬如一塊白布被污染嘅時候難以染色，用水徹底清洗之後就能夠染成紅、黃等各種顏色。非善非不善嘅無記心就好似無垢嘅白布一樣。咁點樣以數息觀將心轉成無記呢？首先呢，就要攝心向內觀察自己嘅動機。如果發現動機已經受貪嗔等煩惱影響，我哋就應該專注自己嘅呼吸，用鼻孔向外緩緩咁樣呼氣，唔好出聲，亦都唔好用力，心思唔好散亂等等。並喺度呼氣時候喺度諗，氣已經呼出，然後用鼻孔向內吸氣，心入邊諗氣已吸盡，咁就一次啦。心中默默數一，同樣嘅作法，從2數到7、9、11、15或者係21等，唔使數珠，心不散亂，默默咁樣數。呼吸，凡夫一心唔能夠二用，所以貪等煩惱將漸漸平息，心即轉成無記嘅狀態。有人話呼氣嘅時候，觀自心諸煩惱成黑光相外出；吸氣嘅時候，觀諸佛菩薩加持成白光相入內。呢種觀想僅起促進作用，唔一定非做不可。我嘅大寶上師曾以譬如解釋呢個問題：點解轉成無記之後，生起善心就會變得容易？冬季天寒嘅時候，如果自己僅有嘅坐墊俾人佔用，任憑你息息俱厲咁樣要去企起身，佢照樣相應不理，置若罔聞。你無需直接命令佢站起來，只需講嗰邊有盛大表演，同時扮到自己亦都去個樣，咁佢就會企起身跑過去，你就能夠呢馬上返去自己嘅原位。同樣嘅，如果我哋內心伴有貪等不善心所，雖然強力排除，亦都難以湊巧。若專注呼吸，心就會呢上當受騙，煩惱亦都將呢隨之平息，再發起善心就容易得多啦。如果心唔同唔善心所相應，咁就好容易生起善心，就唔一定需要數息觀。稱七法或八法呢個道理就係喺呢度。